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5月3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员郭国文将要接任劳动部政务处长，也是台南市头一位进入内阁的民意代表。上午伊表示，其实1个月前就接到询问，当时是拒绝的。不过后来经过思考，认为家己是执政党的一份子，应该为社会国家尽一份心力，所以决定接下担当。新政府上午公布6位内阁名单，当中劳动部政务处长将由议员郭国文担任。对此，议员郭国文表示，在1个月前就接到中央征召，不过考虑不是家己的生涯规划，所以第一摆拒绝。但经过思考，认为家己身为民进党执政党的一员，应该为社会国家效力，后来决定接受。其实说实在，站在一个新政府的内阁来说，他将来所面对的挑战很多，然后外界的期待也很高。那一开始被征询的时候，其实我是婉拒的哈，因为我地方上有一些任务要去执行。但是因为基于我过去在公园有一段时间的参与了哈，所以说被指派这项分工。那有时候站在党的一份子哈，或政治工作者，他必须要配合整体的需求。他有时候不应该有太多个人的考量。虽然很明显，这跟我个人的生涯规划不同。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面对这个任务，应该要去承担，然后面对这个挑战，应该要去迎接。那当然，它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机会。议员郭国文表示，接下这项任务，心情就参像做兵同款，无论伫工作、家庭来讲，拢是需要再做调整。伊也强调，会将选民服务的工作交接予共选区的议员，和服务会当延续落去。定的心情就是说，因为这其实是被交派的任务啊，你一定要去完成啊，所以，但是我基本上是单身赴任，我不是举家北迁，我跟地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连结啦，所以但是有一些手头上的一些服务案件，我会尽可能把它做一个收尾，或者做一个转介，或者做一个委托，尽量不要辜负选民的一些期待。郭国文是新市因控区议员，该区有80议员，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因为郭国文是时节进入内阁，所以将未进行补选。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但是对4月10号开始，委外执行违规停车拖吊高达，已用这半个月，已经有5000多台汽机车被拖吊。对此，议员陈一定表示，外界传闻这位司机每个月需要吊300台车的目标，若无会被扣薪水。对此，交通局则表达欢迎。台南市自4月15号开始执行汽机车违停、委外拖吊的业务，中北场甲东林场伫半个月内，就执行总共5000多件的拖吊。互议员陈义定质疑拖吊的司机深受业绩的压力，造成一寡小行也不断执行拖吊业务。这些业者交代这些拖吊车的这个司机，一个月至少要拖吊300台。如果没有拖到300台，他要扣薪水的，所以造成这些司机真紧张呢，要赶快拼命拖呢。所以大街小巷除了热点以外所有的巷弄都在拖，连不应该拖掉的也在拖。局长，我们要求他执行的重点就是有重点的工作嘛，像有重点的工作，重点的违规。重点有并排啊，重大路口，但是实际上民众看到的是行来嘛，是拢快点加。现在是因为有很多人检举了。同时，议员陈义定提出相片指出，本县国中头前黄线内底的停车格被设一块牌仔，顶面写着家长接送学生上下课时间禁止停车。不过，为民众在其他的时间停伫黄线内底，议员被拖掉，互人质疑这根本是抢钱的行为。这个黄线是可以停车的，除了这个时间接送的时间以外，这个线就是可以停车的。就整条线那么长结果民众还是有车子在这边被拖掉，所以是我们的教育训练不够，还是怎么样？我们去拖掉的时候，连这种不是违规的情形也在拖，
而且拖了不止一台，是拖了好多台。局长，他们是不是抢钱抢疯啦？我跟议员报告了，违规举发是我们要警察同仁才能够违规举发了。当然，没有举发也不能拖掉了。但是我想针对这种情形，其实是规范得很清楚，那他可能结果还是开了，如果是这个情况，我们会要求业者要弄清楚了。议员指出，不少人反映环境甲拖吊的业者，一天内底到处伫主体附近巡视，已经互民众心内产生惊吓。希望尽量以较容易发生重大违规，也就是车流量较大的所在，作为拖吊的重点。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虽然淡市针对公车已经引进超过1/3加地板，不过为了照顾行动不方便的民众、有新的妇女以及老人家囡仔，议员董品娥要求交通局要全面汰换成加地板公车，除了方便民众，嘛兼顾安全性。自台南市引进加地板公车到今已经达到100多台。议员董品娥以日本交通弱者这个名词为例，强调有新的妇女、老人甲囡仔行动拢比较不便，所以更应该加强服务，并质询交通局长，台南市当时才会当全面汰换做加地板的公车。低地板无全面汰换的时阵，你看迄遐尼悬啦，老人患者要下袂起哩，孕妇那更不用讲了，那对小孩来讲那个也很高，你要跨上去，要去坐公车，对你来讲有哪做吃力的啦。所以到底咱这低地板的这个公车，当时什么时候可以汰换？全部汰换，免搁坐游览车啦，游览车的巴士啊。好，跟议员报告了哈，就是我们的低地板公车就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的目标，未来一定要全面低地板化，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的公车政策了。那目前我们已经汰换了100多辆了，我们还会持续的努力。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也要业者投资了，一方面争取中央的经费补助，一方面是业者投资。其实我们市政府大概就是每一步补助他80万。那这一步低地板大概是550万左右，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财源，分年来编列。那我们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但是也要看业者的投资能力。那我们大概最低的目标，一年我们要有20部的低地板公车来汰换。那其实我们现在每一年都达到，而且超过了。照这样子来预估，我们希望说未来6年能不能全面来汰换。另外，议员董品娥关心台南市先进公共运输系统规划案，交通局长表示，预计伫今年完成评估甲升级规划，找出上适合台南的先进公共运输系统，然后再向中央进行订报。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罗浮宫9号的台南特展4月30号开始，已经伫永华文化中心布展，展出11位欧洲加日本漫画创作者的作品，总共208件。对此，市长赖清德嘛特别前往现场观赏，呼吁市民千万通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法国罗浮宫7点0法布里斯·德瓦先生亲身为赖市长做导览。讲解罗浮宫9号的作者以及作品所传达出的意涵。这届来到台南展出，总共有208件艺术创作，分别来自11位欧洲、日本的漫画家，其中包括3部影片、158件原作，也有47件的复制品。其中知名日本漫画家荒木飞吕彦，伊的作品由复制品来参展，是难得的跨界创作。赖市长也呼吁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一档的展出相当的特别啊！第一个就是罗浮宫，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啊，世界知名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艺术可以说是文明的精华。那他们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并没有排除这个漫画的艺术啊，甚至于展开双倍，培养漫画12年。那么这12年来所培养的精华，通通在这次的展览里面。那第二个呢，这个漫画里面的总共有11个目前非常知名的欧洲还有日本的这个漫画家。
他们漫画的作品的灵感，甚至的绘画的这个作品，很多都是受到罗浮宫里面的作品的影响，甚至于呢取了罗浮宫里面作品里面人物的表情、人物的姿势还有里面的故事，把它引到这里面来可以说非常精彩我希望我们台南市市民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罗浮宫9号台南特展展出的作品非常特别，除了罗浮宫收藏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当看到甲漫画艺术的结合。台南市民买票也够更加优惠，有兴趣的朋友爱赶伫5月22号进前，若无后一届想要看，可能就要坐飞轮机去法国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大地当来时造成土壤异化，使得地层下陷。但是你敢知影，喙齿卖土壤异化，也就是洗喙齿的时，时常会老化，就是牙周病的征兆。加上不时会有胀痛，所以这时千万唔通大意，一定要看医生诊断，避免延误病情。洗喙是逐工拢会做的代志，但是如果伫洗喙的时阵发现老化，足侪人拢会想讲无要紧。但是你敢知影？这有可能就是牙周病的征兆。有齿科诊所有3冬来上万名病患的统计发现，牙周病有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如果洗喙的时阵有发现老化的情形，就要马上就医。大家怀疑说，为什么会有牙周病这个问题？那其实牙周病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地基不稳固，跟我们盖房子一样。那地基不稳固就等于好像是那个土壤已经异化掉，开始慢性吸收。我们的齿槽骨会因为牙周病发炎的牙齿造成的齿槽骨的发炎，变成齿槽骨慢性吸收，它就会慢慢的往下塌陷，就有一点像我们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地基已经开始松软松动，房子就下陷或者是倒塌。所以这个年轻人他是壮年，他大概是40出头岁，那也就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就诊的时候已经是整个下排牙齿整个都在晃动，然后我们去照 X 光看得出来，才发现说。他的牙齿基本上就是整个都已经是牙周病的问题，然后就是很严重。那经过我们跟他评估之后，他就决定就是说把不好的牙根拔除，因为不好的牙根是感染源，它是造成骨头流失，就是我们所谓土壤异化、牙周骨头异化的一个主因，它流失掉了。然后把那些不好的牙根拔除、感染源、病源拔除了之后，再填上新的人工骨粉。因为现在的生化材料啦，或者是医学科技都很发达，填上人工骨粉的同时，也在帮它植上新的牙根，就好像我们在补强一个建筑物一样，我们打了连续壁之后，再把它填上新的水泥，然后再加上新的那个植筋，就是在盖房子一样。院长表示，现在青壮年因为生活习惯甲饮食上的改变，造成年纪轻轻都有严重的牙周病。牙周病可怕之处，就是初期的时阵没有明显的无爽快，大部分的人拢是等到齿认整起来会痛的时阵才发现。所以平常时就要做好正确的清洁喙齿的方式，半冬定期检查，保持牙周的健康，避免得到牙周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来自日本诉求变价服装店对4年前进驻台南百货以后，已经有4间店面。该企业持续看准台南的消费力甲商机。5月6号，第1间南台湾上大的路面店，嘛将进驻北区文贤路顶。下晡预先开放媒体参观，会中市长嘛来祝贺，预计开幕期间将引发满满人潮。开幕活动除了邀请德国国际战鼓队开场表演，连热爱台南的美国店流动大环以及神话棒球队成员拢来参与，并且亲上该店的衫裤来感受，借此将品牌精神甲台南特色结合。对着南台湾上大有425平空间的第1间路面店，嘛是中南部唯一的伊拉莎旗舰店，会当选择伫台南进驻。市长赖清德甲经发局长以及在地里长拢到场参与。对此，市长嘛以6都第2名的经济力，而了该店的投资，伫台伫台南持续有第6间、第7间店，创造就业力。我们台南市的经济力在行政院或是经济部的评比是6都是排第2的。我想很多市民不知道，台南市的经济力是6都里面排第2的。你远的不要讲，你光这个 Costco 开幕的时候我有来，董事长跟我说董事长是美国人，他跟我说他没想到，还没正式开幕前。会员就5万个了，会员不是不要钱的，一个人要交1000块钱才可以当会员。他说比高雄成绩还要好，他高雄店先开，后来他看到很多消费者都是台南人，所以呢，他就在台南开 Costco 第1家，然后这要会员制的，还没正式营业就5万人来参加。他认为说台南市的这个购买力实在是非常非常惊人，这个就是台南市的实力了啊！所以我讲这些是欢迎第7家、第8家可以开始在筹划。当年该店要设立，除了符合咱台南在地人文风情甲文化，嘛希望以爱心公益来拍头阵。所以会中嘛捐赠衫裤，和市长赖清德所领用的感护儿童，同时期待创下高单价第1名，甲200趴成长率。就是共生共存的部分，是真的很谢谢，就是台南的乡亲，就是提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然后跟这样的地理位置，让我们可以开台南文贤路店。那在台南文贤路店，我们的期许是，我们可以成为全台湾就是客单价第1名的店铺。那这样子的达成率当中，我们需要靠的是2个的部分，第一个是商品构成，最符合台南在地化需求的商品，然后第2点的部分是我们的同事的接客能力。对，那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机会之下，去创造我们全台湾客单价第1名，然后在我们的假日当中，也可以就是提高我们的业绩是200%以上的成长。该店5月6号上午8点才会正式开幕，预计开幕优惠甲促销将引发抢买人潮。电新闻顾及郭国义采访报道。为了让影像工作者透过因的专业，创造出台南独一无二的城市纪录，今年市府新闻处要以各行各业的人物作为主题，进行公映频道影片竞选。上午进入决赛6组团队嘛拢到场，分享因拍片的理念。市府表示，预计7月首奖就将出炉。一定爱形容迄个切笋，切牛了要做打造。了后爱红米花塑形，透过影像记录乌手，且受定台南在地各行各业的人物，要将生活当中上好、上界温馨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而这个是今年由市府105年所要规划公映频道影片竞选。进前新闻处经过全台超过100件作品的竞争，最后入选6组的团队要来争取首奖10万块。上午透过记者会，除了有各组的团队要甲大家分享因创作的理念，甲未来拍片的构想。处长嘛甲大家正式启动拍片仪式，中面特辑。今年我们把它叫做《职人物语》哈，这是咱的主题。那在这个主题之下，我想讲咱台南其实有足多在这个土地馆顶哈，不管是你是在编织生活，或者是你在木刻这个神像或佛像的哈，大家都在这个土地上，或者是
篮球的教练哈。大家都是在这个土地上为我们的人，为我们这一个土地去做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贡献。那同时透过各位导演哈，你们的锐利的观察哈，然后透过你们的精彩的影像，去把这些故事能够呈现出来。当然，公映片的影片精选可贵是，并不是单纯起付开钱比赛，和大家提奖金利益，而是过程也有工作坊有老师共同指导创作。有别于其他竞赛哈，是用奖金然后来甄选已经完成的作品。那我觉得很难得的是，我们的活动是先征求企划案，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企划案的创意，好，然后呢，再借由第二阶段。老师们来陪伴着他们，来培力完成他们的作品的过程，真正让一些不是那么有专业背景的同学或是素人们，他们也有机会来讲出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地方。对今日开始启动拍片以后，嘛，互咱共同期待7月份全台南上届精彩城市影像创作，搁再甲大家见面。电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代甲国家东部火星研究中心长期合作，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即摆双方正式签约，对啦加强合作，嘛期待共同开设学士研究计划，以提升整体研发能力。成功大学甲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长期合作，即届双方签约，就是要加深人员训练、技术合作、空间以及仪器共用。甲设计学习研究计划方案，和同步辐射的相关应用会让更深、更快。这是大概过去到未来可能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投资的研究设施。这个研究设施开放给所有的使用，就是完全是看科学价值跟所以我们这边的资源就是光速线时间。所以我想成大这边其实非常的积极。我们从学程我们从这个不同的专题研究的设定甚至我们想更积极的开发一些实质的实习方案那这些实习方案也许跟未来的这个学位的部分可以做更深度的这个链接无论是从这个学士的部分到硕博班的这个延伸，也希望跟中心里所有有经验的研究同仁可以来共同，也许指导或者是协助现代运用同步辐射的光源、深度研究2倍质呈现的结果，以及照射了后的结晶形成、蛋白质纯化、功能研究等等，未来会透过合作，培育更多相关的人才，和生物医学科技更加精进。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曙光经济舞团今年推出的作品《十日路口》，特别将生活当中时常会拄到的选择，以及最近一档来受到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用力创作，在舞台顶面呈现十日路口的街景，邀请民众7号甲8号2天来剧场，甲表演者做伙探讨生命当中的选择。强调人生如果当重新选择，互咱去定来一摆十日路口这出戏，列为今年台南艺术节城市舞台节目之一。由曙光经济舞团邀请自由舞者黄玉芬共同合作，由德国作曲家柯德来配乐，影像导演黄伯昌进行相关影像的创作。舞团表示，整个演出方式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被引导观众甲表演者做伙思考，将画面、影像、声音甲舞台做结合。那这个作品其实十字路口，它就是一直在探讨，在人生当中，我们有遇到很多不同的岔路，或是需要做不同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去做选择。那这个选择会关系到你做完选择之后的事件会变成是什么样子，或是你当下如果不做这个选择，之后事件会发展成不一样的状态。那透过事件的呈现，舞者好像是用电影的手法概念去呈现每一幕不同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面我刚刚说的3位人物的那个影像探访的访谈的部分，穿插交替，然后有点像是蒙太奇的手法，去让观众自己去回想到说，哦，刚刚 A 段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
影像出现，对，情景出现，然后后面再接到影像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会连接到他自身的经验，然后去找出他自己对这个十字路口选择的这一个想法。创作当中嘛，加入去年底到目前备受大家所关心的议题，亲像恐怖攻击、PM 2.5以及寒流等等。加强7号、8号2天，将伫万沙艺术中心樱花馆演出，欢迎有兴趣民众购票入场。等新闻军及国务院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最云的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热热好。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各位3号中嘉台湾电影新闻，那么在港这时间再会。